我们这个服务团队经常受到民众的陈情啊，被流浪狗追逐或者有人弃养流浪狗啦，我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投诉啊，民众希望我们检举，我们能不能拿出具体的方式？我来找地方，我把这5个地方找出来之后，确定在这个地点一定要有一个很长很大的经费来挹注来支持，才有办法。所以我们商讨了之后，就确定了说没有问题，那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推动这个原本市政府就有想要做的一个既定政策，来协助市政府把这件事情做好，在人和浪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个本来就是每一个人要有的责任，你光给行政单位，他们没办法去容纳这些的工作那么大量。所以我还是呼吁，不管是地方的里长、邻长，甚至是地方的动保团体，各方面大家要共同来努力。我想，流浪动物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普世价值，怎么让它生活得好，但是又不能影响到人的生活，我想是未来大家一个重要的课题。重点在于这些的源头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再加上后面还有这些后送，然后把后送的单位再来个别的训练成另外的工作权，也不是不可行的。那我觉得踏出这一步，给全国各县市的有一个好的榜样。这里是2公顷，大概我们现在先一半的一个状态去做我们那个暂支区，大概可以容纳200只。那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有经费的话，可以再扩大。那这个环境的话，大概这200个这些我们的犬只啊，大概是以收集我们那个仁德区，尤其是成功里为优先。这边的区域未来还是会开放认养。就是说我们把狗训练好，那我们先进来以后做好训练，放在我们毛孩生活村以后，然后再把狗狗在这边做认养的一个动作。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近年来不管是台南市还是其他各地，都有频传有一些浪跟人产生一些冲突的问题，甚至咬伤人类，咬伤市民朋友们，或是咬伤这个动物的这个部分频传。每次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议题。那也感谢议会的支持，我们设置这个毛孩的临时收容所，能够让这个毛孩有一个比较舒适安全的家，也不用每天在外面流浪，甚至为了食物或是为了其他的情形来攻击人类或其他的动物。那我们未来还是持续在各地方来找寻动物的临时收容的地方。以这个仁德生活村来讲，我们是主要是第一个首要是收容仁德地区的浪，其次是收容新丰区的浪。如果还有空间的话，才有考虑其他的地方的浪的收容。我想台南市的土地面积是2192平方公里，没有理由找不到其他的这个收容浪的地方。大家既要能够减少浪在街头上对人所产生的威胁，但是又要找到地方。那这点我们是希望市民朋友多支持。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北区区公所上午伫台南二中图书馆头前的广场举办减粉净环境细书活动，由区长潘宝树率领公所的同仁，甲台南二中市乡、市府环保局、公园里、大兴里的环保志工义工，共同宣示清除烟头废弃物的决心。而且佮做伙上街路捡烟头做环保。北区区长潘宝树上年前是伫咧环保局担任品管科长，因此对着卫生环保等议题特别关注佮重视。
北区公所率先配合环境部，伫今年7月推动的全国烟蒂不落地政策，希望透过公私协力来推动烟蒂不落地，活动结合台南市中环保局、公园里、大兴里等众人的力量，共同维护环境清洁。中央环境部在今年7月。来宣誓要来进行全国减烟蒂的一个活动，减是减少的减。那其实烟蒂呢，在我们的日常的环境里面实在是太多了，特别是在超商啦，或者是说重要的一个人口聚集地，还有就是水沟。特别是水沟，其实大家看不到的真正的一些瘾君子，他们常常会把烟蒂丢到水沟。那今天结合我们的台南2中，还有我们的大兴里。以及我们的公园里，总共近100名来参与这一次的一个北区的一个减烟蒂活动。那最重要的呢，也是希望说透过减少烟蒂来净环境。那更重要的是减少水沟的一个堵塞。真的水沟里面其实隐藏着很多的一个烟蒂，那也来呼应我们全国减烟蒂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啦。世事活动期间，台南市长林彦旭校长。环保局钟凌峰科长、大兴里长黄文忠、公园里长徐富美、台南市议员沈振东也拢到场响应支持。我们也希望说，除了鼓励大家不要吸烟之外呢，如果要吸烟，那也不要乱丢烟蒂来破坏我们地球的环境。那也再次的感谢我们北区公所的努力用心，那也齐心呼吁我们民众一起来减烟蒂，让地球更好。区长潘宝树也带领各地的环保志工，包括清洁队做伙捡烟头。台南市长学生也热情加入服务行列，希望会当为环境尽份心力。跟朋友一起来的，然后是他邀请我参加这种活动，然后他就觉得很有意义，然后就也是希望说可以代表2中，然后让2中附近的环境可以，就是让大家有个舒适的公园这样。维护减烟净环境的观念，深植在民众心内。北区公所也创意开办各类捡烟头的比赛。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彻底改变乱弹烟头的文化，唤起民众重视烟头污染环境问题。同时，也希望更多民众参与减食烟、捡烟头的活动，共同守护环境。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由安南区公所筹划安南大戏《回家》，伫大港文化中心演出。邀请跨越世代超过30位的素人演员，用真实的社区故事做题材，演出对家乡的感情甲期待。中县公厝走溪流撇水环的景象，这是台南市安南区丁六以及城西社区伫2冬前推动的社造计划，找来一群平均60岁阿公阿嬷担任演员，排演一出社区剧场，经过演练，伫台港文化中心发表演出。主要是在诉说咱安南区的故事，台江内海，那过去一直到现在。整个生活的演变，整个生活的变迁呐，那这次特别不一样的是，我们营造轻盈共演。上个人的演员是82岁吴美珠阿嬷，把过去日常生活的故事搬到舞台，做伊曾经做过的代志。这摆演出，互伊感觉相当欢喜。我家己我都讲要做运啊，打饭打鱼啊来运啊，算鱼啊、看鱼啊安尼啦。感觉做欢喜，像俺食了有通干咧摆这个鱼安演安尼来做欢喜的啦。就像这个回一样，就像一个自流的水这样来来去去，来来去，出不去又进不来。但是最后，他们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找到说他们跟这个土地的情感的连结，所以这里就变成他们的故乡。戏剧当中，82岁美珠阿嬷手抱希望，唱着古早歌谣。好爷庄严出巡等精彩画面，拢互看戏的观众因为故乡历史更打进家己的生活经验，并且演员精彩演出，拢互人相当感动。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布袋戏对真侪人来讲是细汉难忘的回忆，不管是庙口的戏棚啊，或者是电视顶的演出，精彩武侠故事甲电光效果。成为生活娱乐。赤坎社区发展协会申请社造计划，邀请苏俊银布袋戏团举办体验工作坊，
互民众亲身体验布袋戏演出，同时认识历史故事。练矛什么都刺得破，我的盾什么都刺不破。哎呀！阮两个搞起来就矛盾。布袋戏团团长苏俊英一边操演布袋戏，一边练口碑对话。曾经伫戏台上才会当看到的表演，真实搬到面头前，透过社区的教学，让民众认捌台湾文化和传统艺术的水。包括红仔省大前抹跳，无共款模样的操作，也搁有呢，飞升的正地吼这个要安怎？欣赏着红仔的细节。这摆由赤坎社区发展协会举办的布袋戏工作坊，希望借着老师近距离的教学，让民众亲自操演布袋戏红仔，体验趣味性。整个计划都是扣合庙宇的特色，还有一些正统的文化体验。那今天我们就是请老师，请苏大侠、苏老师、苏俊宇老师带戏友来现场，让大家去体验。然后怎么去操偶，去玩那个整个部手安尼。参与的民众有小朋友，甚至到90岁阿公阿嬷，拢来报名参加，亲自体验操演布袋戏、打卡步。虽然好耍，也毋过拢感觉真无简单。无咱想的讲遐尼简单。一直咧演花，手咧叮当创啥吼，咱镜头要弄入去就弄袂好哦。毋捌看到啊，真正头一届看到安尼，去参加这真正足赞的。布袋就是安尼行，脚步安怎安尼，迄个伊咧讲会当变声，会当迄个安跳来跳去安尼，真牛啦。布袋戏是台湾本土代表性的艺术文化之一，不过布袋戏的市场嘛豆稀微，照着社造计划。互更较侪人认捌布袋戏，同时嘛学习台语、看历史故事。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为了确保永华二层大楼结构安全，同时解决地下室泄水的问题，目前由着公务委员会邀请市府公务局等单位会勘，初步了解跳体无问题，不过北边的墙面泄水严重。今嘛由着工程单位委请结构技师进行评估，才来决定后续要安怎改善。台南市议会永华二层中心的地下2楼，因为长期观察有结构安全的疑虑，议会今年编了500万的补强经费。议会公务委员会日前由着召集人郭凤仪，甲着蔡苏秋金，邀集市府相关单位来会勘。初步虽然跳体无问题，但北边的墙面涉水的状况严重，初步研判，因为导流管塌掉的，造成地下水的水位上升。这是伫咱地下2楼也停车场，那长期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的地下2楼它的结构还是有一些安全的疑虑的，所以我们今年就编列了500万的补强的经费做结构补强那在这个补强方面的柱体都没有问题，但是遇到北面这个墙面的话，有发现渗水的状况。那这个渗水的状况好像是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的工程单位就把它的墙面挖开，那发现说原来的导流管已经阻塞了，所以地下水位就慢慢一直升到我们的地下1层。从地下2层升到地下1层，那它的水是蔓延下来，所以连地下2层的天花板就会漏水，然后有钢筋裸露甚至有腐蚀的一些现象。那有这种状况的话，墙面才发现说我们的这个导流管已经阻塞了。议会秘书长表示，当初将墙面来挖开，发现地下水是用喷的。长期落来，不但水分严重，就连天棚嘛拢湿，甚至更进外漏。为了确保永华2层大楼的结构安全，并且解决地下水泄漏的问题，将由工程单位委请结构技师来研议解决的方案，并且由议会总务组配合办理变更的设计，尽速来发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
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桃园有一间传承超过100档的青草茶店，第4代接班人杨志伟将传统的草叶配法转变为完美青草茶店，让更较侪人想要来啉清凉退火青草茶。不同于一般卖青草茶的小摊，反而有种现代手摇饮风格的店面。这间位在桃园大庙后的青草茶店，已经传承有超过100年的历史，每天新鲜熬煮，有青草、仙草、苦茶跟枸杞茶。经年累月的好味道，不仅累积许多老顾客，也吸引不少年轻人光顾。买差不多3-4个月吧，3-4个月吧。对啊，对啊。这一直来的原因是什么？比较传统的古早味那种。比较传统古早味，别的地方喝不到。对啊。那你最喜欢哪一个？最喜欢哦，青草茶、苦茶。这间青草茶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最初是贩售青草，后来阿奏学习中药知识，转而贩售中草药，又在乡亲的建议下研制青草茶，就一直传到现在。从日本时代到，然后经历民国，一直传到第3代，就是我妈妈。那在我们的草药门口，那在贩售这个青草茶。那因为以前在我们大庙这区域呢，有很多这种劳动的人口，因为这算是一个在我们桃园算是一个很大的货物的集散地，很多这种劳动的做事的人、工人，就问我啊，无恁呢买下一挂草地来卖一下。啊，这时候我阿公他们就研究了一些，他们就想说啊，不然就来煮一些青草茶。如今接手的是第4代，老板表示他们的青草茶可以传承100年，依然受欢迎。除了青草的配比跟品质，还有熬煮的时间跟手法。近年食安意识崛起，他们也把熬煮作业搬进室内，兼顾卫生安全。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你们家的青草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主要呢，从以前我妈妈教我熬的时候呢，就告诉我说，这个青草下去，这个草药下去锅子里面，一定要炼好些。那炼好些可能需要很多，大概有时候是4个小时、5个小时、6个小时不一样的这个时间。那加上我们一直坚持着，我们必须要严选比较好优良的这个原料，还有糖，来做和一个比较最完美的搭配，那才能够展现出我们让顾客喝起来会比较安心。桃园大庙景福宫的主委也是从小喝这间青草茶长大的，他不仅大赞好喝又有效，对第4代将传统小店变成完美店的创意也给予肯定。之前的话，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住在这个庙后，那庙后我就知道这个和顺这青草茶非常的棒。为什么呢？因为的话，我们有时候咱老是讲较忝啦，暗时迄当年轻人的时候。有当去应酬啦，暗时困觉不好啦，第2天起来就会很累，很累的时候，来买他们的青草茶尤其他的苦茶非常苦，又很干，他们一代传一代，这一代更厉害，他把这个店里弄成更那个新潮，让人家会有亲近的感觉。另外，杨志伟接手后还特别研发自创的枸杞茶，虽然一样是青草茶，但是草味清淡又有甜味，即使怕苦的或小朋友都可以轻松入口。在市场这边贩售的时候呢，常常会有妈妈带着小朋友来看妈妈，就在那边喝青草茶。那想说妈妈我也要喝，所以那个小朋友一喝会觉得，怎么会有浓浓的草药味？那我们就想说不然我们来研发一款就是比较适合小朋友可以接受的东西。那它没有很重的药味，那加上它要喝起来又会比较顺口一点，那很适合小朋友在平时就可以拿来当饮料喝。那所以我们就研发了这个枸杞啊，加上一些草药，让小朋友可以喝的会觉得它主要是香香又甜甜的感觉。杨志伟表示，传统青草茶曾经风光一时，但随着手摇饮、罐装饮料出现，传统的中草药茶销售就每况愈下。透过改变口味来贩售不同年龄层可以接受的青草茶艺，而老铺也变身文青茶店，来吸引各年龄族群来喝茶，并且认识传统的中草药。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
台北市婴幼儿物资交流中心内面免费的七套米仔借行服务，一直受到民众的喜爱。平均每一档借出39830件七套米仔，予2642个家庭。今年嘛打算要改名叫做台北七套米仔转运站，不但空间更加明亮、更加快，而且佫要增加七套米仔交换甲门诊等等服务。台北玩具转运站在花博公园花海广场办理玩具园游会，现场齐聚300多名大小朋友，与社会局长姚淑文一起玩出永续减碳。多个游戏摊位让孩子用玩具车及轨道游戏学习认知及手眼协调，并让孩子学习以正确的方式进行玩具的回收整理。本来就参加他们的玩具国的活动这样子，对，想说他们来玩这样子。图书馆就是他们觉得说有些玩具可以交换，家里有点还不错，就是让他知道什么叫排队啊，然后懂得这些秩序这样子。因为今天天气还蛮好的，然后想带他们出来晒晒太阳，然后知道这个活动，然后就来这边玩玩具了。我们家的玩具也都是互相留用的，就是跟别人会交换玩，所以也不用一直帮他们买新玩具，因为他们玩具都是阶段性的。其实我们玩具里面有没有小飞机啊？有，小飞机飞啊飞啊，受伤了。请问玩具受伤了要怎么办？受伤了你自己修吗？那可不可以送到玩具这边来的那个玩具转运站来给他们修？我们台北市啊，我们对于很多家庭，我们有好多的玩具，爸爸有时候喜欢买一堆给小朋友玩，妈妈也觉得好棒好棒。结果呢，家里的玩具一堆，有没有比你还高啊？有吗？有啊，太多了。所以呢，台北市我们这里原来有个叫做婴幼儿支援物资交流中心，名字太长了哈，小朋友记不住，下次就跟爸爸妈妈讲，我们去什么玩具转运站，今天正式更名台北玩具转运站，所以下次就可以知道了，我的玩具可不可以跟别人来交换？可以送到玩具转运站，我们可以放到这边来。然后呢，您可能也可以看到其他人的玩具，例如哇，这个都粘住了，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玩具，其实我们可以跟他交换。那是不是一定都要买新的？不用哦，而且呢，我们大哥哥大姐姐会帮忙我们怎么样消毒、修干净，对不对？而且更棒的是，有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再修好了，那我们怎么办？丢垃圾桶。有点可惜我们更帮忙的是，我们把这些塑料把它怎么样集合起来，还可以再转制为更多有用的东西，更多很多可能还适合小朋友玩的玩具。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告诉小朋友的，小朋友可不可以节能省碳？答对了。不是只有家里的这个垃圾要分类之外，我们的玩具也可以用到一个最棒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希望玩具转运站可以带给小朋友有更多，我们要爱惜我们自己的玩具，我们也要怎么样跟别人来分享。那另外，我们不一定都要买新的，我们也可以到玩具转运站找到自己好的玩具。所以呢，台北市现在我们一年至少有4万个这个来这个交换的这个物资，但是呢，我们目前大概只有3000个家庭来做这样的长期的交换。未来要不要更多？找邻居你的这个哥哥妹妹，还有找我们的朋友，以后一起去玩具转运站逛一逛，好不好？台北玩具转运站由台北市婴幼儿物资交流中心更名而来，免费玩具借还服务长期以来受到民众的喜爱，平均每年可以借出39830件玩具给2642组育儿家庭。今年中开始试办的玩具交换服务，截至10月底累计已交换2785件玩具，累计达7660公斤的减碳量，相当于为地球种下600棵树木。
我们原本叫做台北市婴幼儿物资交流中心，一直以来呢，都是让台北这个育儿家庭啊，可以免费的借用玩具回到家里面去玩，就不用买很多的玩具这样子。那今年呢，我们这个母会叫做台湾玩具图书馆协会进来承办这样子的一个专案。那因为我们玩具图书馆协会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唯一的大规模的玩具再生系统，我们回收很多民众的玩具，然后把它整理过后以后分配到全国各个有需要的地方，一年可以回收50公吨的二手玩具，甚至是到海外各个地方去。所以呢，当我们今年就是承接下这个任务以后，我们把它做一个更新。我们现在呢和社会局合作打造了这个新的叫做台北玩具转运站，就是带着玩具去旅行的这个概念，让所有的家庭呢都进来响应这个循环再利用共享的这个资源。所以呢，未来民众不只是在原本我们可以租借玩具、借还玩具以外，我们也可以做玩具的交换、玩具的捐赠，以及我们也会用巡回的方式巡回台北市的12个育儿友善园，都可以有玩具交换的活动。希望未来啦，大家都是可以减少买玩具，可以不断的再利用，然后慢慢的去培养成以使用取代购买这样的习惯，就是不但让我们的孩子可以一直有新玩具玩，然后也可以一起爱护这个地球。我们今天呢，就是有我们12个育儿友善园都来共襄盛举，带着大家小朋友来认识。我们把整个活动化身为一个大车站，去呼应到玩具转运站这样的一个新名称，然后去看到我们来停车啊，认识交通号志等等的活动，然后也有我们的这个玩具循环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理念。所以呢，今天我们现场可以交换玩具，可以捐赠玩具，也可以一起来修玩具、拆玩具，去认识到玩具的结构，玩具怎么样再造。台北玩具转运站更名后，会员权益不变，并增设玩具交换、玩具门诊服务，号召育儿家庭透过交换、响应，以使用取代购买玩具，一起玩出快乐童年，更玩出永续未来。记者翁俊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一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节能省电救荷包，爱护地球一起来！消灭用电怪兽大作战，请你跟我这样做。消灭冰箱怪兽这样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热时冷却再放入，减少耗电量。不要频繁开关，压缩机运转很耗电。消灭冷气怪兽这样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一次，提高降温效率。冷气启动最耗电，切勿频繁开关。换购冷气时 ，CSPF 值越高越省电。灯光照明占家用电量10%。消灭照明怪兽这样做。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灯具定期擦，提高光源效率。善用日光效益，不开灯不耗电。随手关灯，随手关灯，随手关灯，打击耗电小怪兽。煮饭前先浸泡，缩短烹煮时间。随手拔插头，家电不待机。累积衣物一起洗更省电。
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一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